咁我而家用楊千嬅去睇翻《女校長》呢套戲啦，咁今日係我自己第一次睇啦，即係拍完之後，咁我真係好感動，同埋數次落淚嘅。咁我都好 surprise 自己會咁大感覺，後尾因為我自己拍咗好耐，同埋我對個劇本好消化、好理解，但係原來作為一個媽媽、作為一個家長同埋作為一個觀眾去睇嘅時候呢，真係好感動。首先我要好感謝女校長啊，俾個機會我演繹佢，令到我即係領悟到人生裏邊嘅生存價值係乜嘢，生活意義係乜嘢。咁我衷心希望多啲女校長喺呢個香港裏邊，咁我哋嘅小朋友就好好嘅將來。咁第二樣嘢就係我會俾小孩子嘅即係好純真或者好嗰種正能量感動到嘅。咁唔係好出色嘅小演員，但係佢哋即係懷住一顆好真實嘅心去表達俾大家睇。總言之，我係覺得老師同家長嘅信任係需要好好咁去保護同埋建立。咁我哋嘅下一代就會有一個好完整、好完善嘅成長環境。咁亦都希望大家會入場支持。唔單止係自己睇啦，係可以同老師啦、小朋友啦，推介俾所有嘅教育界嘅朋友睇啦。我哋對佢嘅一個鼓勵同埋尊敬，咁希望大家會喜歡《5個小孩的校長》。